这几年是正时间集团旅游，大平湾内国家风景管理处就推出 Bike Tour 骑铁马的体验游程，邀请游客骑铁马看风景，游览在地观光。游客搭铁马沿大平湾骑，风微微吹，享受美丽风景，会当运动、顾健康、搁达成集团旅游。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最近推出 Bike Tour 体验游程，后面将休困有加一个无同款的旅游形式。那大平湾管理处呢，在这几年，我们把周边的景点都有建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了哈。那我们希望给国内外的游客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所谓体验式的旅游。在地民俗业者甲租铁马店家结合，游程包括水上游乐设施、渔运作业、公庙拜拜，阁有食食游览。搭铁马就会当伫大平湾耍几工。讲到体验式旅游，所以我们比较推动的就是自行车放慢脚步的旅游模式。那屏东县政府在我们这边也建立了 Bike Tour 2.0的自行车的据点。那在周边呢，我们的民宿业者也有经营这个自行车单车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即马搭铁马观光真时行，北管处招大家搭铁马耍东港镇甲大平湾，哪游览哪做运动，体验屏东在地食食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